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小白，原来你没死。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怎么可能死了呢？啊，他们没跟你说怎么回事啊？不管事情怎么样，你欠我一个解释。好，那我给你一个解释。哎，不就要个解释吗？还别跟喝酒。你也知道我那小白是什么样的人。有一天我去酒吧喝酒，喝多了，拉一个女孩回家，后来当爸爸。再后来呢，这个女孩就满城追杀我，我就跑啊，到现在都不敢露面，就是这样。你闭嘴！我不信。你怎么就不信呢？真的，真是这样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叶小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1个月一换女朋友。你混蛋！你才知道我混蛋啊！哎，这样，你如果今天不想走呢，要不然这样，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住，这床也够咱俩住。来，你跟他陪我睡一晚上啊，好吧？我想过10000种我们再见的方式，我没想到会是这个。叶小白，怎么看错你了？哎，切了！人家说要静静啊，今天做事有点过分。我知道你是不想把他扯进来，可这不是办法。哥，你知道我现在状况，他跟着我很危险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让他一直恨着我，恨我。是，恨着就忘了。可是你这次把他伤透了。哎，我是说，如果你们没有那些事情，会怎么样？哪有那么多如果？是，也对啊，哪儿那么多如果？但是你想过没有啊？可能他们要的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就想让我们多在意他们一点，对他们好一点。可能吗？就这样吧，兵哥，别说了呗。好，那就不说了。那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回去上课了。啊，先留给你。哎，廖老师，你听说了吗？周老师回来了。周老师？哪个周老师啊？就是你之前那个吗？之前那个？哦，那个对，就是他。
啊？怎么他康复了？甭管好没好，反正人是回来了。精神病还能好呢。廖老师，下学期化学课还是他上，你要小心点啊。罗老师，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现在高2班的班主任廖学兵廖老师啊，你们俩要多沟通沟通啊。啊，卓老师，你好，你好啊！听说您大病初愈，光荣返校，实在是我校的一大幸事。我希望我们班在今后的日子里，化学课能在您的带领之下有更上一层楼的表现。廖老师客气了。听说你把高2班教的也不错，我正打算来找你。过去的事儿呢，我也不避讳。廖老师啊，这次啊，你务必配合我。这段时间呢，我是彻底的想明白了，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学生。啊，卓老师的精神还是令人钦佩啊！廖老师过奖了，我会好好教他们的。哎，待会儿的化学课啊，我真诚地邀请你过来听课，看看我这段时间总结的经验。周老师，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，我就是比较好奇啊。你说你在医院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最后证明你是个正常人的？你们是不是都以为我疯了？宋老师，你如果不知道神经病和精神病的区别，你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吗？听说了吗？那个神经病回来了。哪个神经病啊？还有哪个神经病？前任班主任卓老师啊。这神经病还能随便跑出来啊？不是随便跑出来，听说他现在疗养好了，这次回来照样带我们。就他，这次回来不出1个月，我就把他送回精神病院。廖老师，您是班主任，还是你先请吧？还是您请吧。这堂课是您的课，还是您先啊？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同学们好，过去我是你们的班主任，我想，可能你们已经把我忘记了，就算还记得我，可能也没有想到我会回来。不过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会将我的名字铭记于心，我将会逐步的加深对你们的印象。同学们，你们是一批可爱的学生，只是暂时迷失了自己的方向。不过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们步入歧途的。在此，我再一次强调课堂纪律。在我的课上，严谨旷课，迟到早退，睡觉，抽烟喝酒，注意力不集中，玩微信，聊陌陌，泡帅哥等等，如有发现，我绝不客气。钟柏同学，我刚强调完课堂纪律，你就违反，你这是根本不把我的话放在眼里。我现在请你立即马上站到走廊上去。放开我！蹲下。举起来。我会去校董事告你虐待学生的。带。我什么时候虐待过你？
我这是为了锻炼你的意志。赶紧把它给我举起来。如果敢放下，以后就再也不要上我的化学课。周老师，这样做不太好啊，学生还年轻啊，这样会起反作用。玉不琢，不成器。拿下。赶紧走吧，我们继续旷课，会课以后再说。陆南路，你是怎么搞的？我讲课讲的这么辛苦，你却在这睡大觉，你是不尊重我，还是对化学不感兴趣？我看你是还没有睡醒，我倒是有办法提示。来，站到后面去听，快去！这酒不错，口感很好，多喝点红酒养伤。看清了吗？千真万确，他们亲眼看到廖旭兵和钟芊芊从那破楼里出来了。这酒不要了，多买几瓶这个。这个酒烈，看来我又得换回以前的口味了。小丹，你的这些想法有没有跟叶旭武谈过？没有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才好。他现在为了接近我，老找些我感兴趣但他又不感兴趣的话题，经常没说几句就被拆穿了，我觉得挺没意思的。其实我觉得叶玉虎以前那个样子挺好的。那这么说，你还是挺喜欢他的，是吧？也谈不上喜欢吧，只觉得他人挺好的，而且他跟你还挺像的。不是说好要谈叶玉虎吗？你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？确实是挺像的。一开始我不是讨厌你吗？现在我也讨厌他呀。只不过有时候他来找我，我还觉得挺开心的。哎，真是不知道你们这些女孩子一天心里在想什么。好了，老师，你就别感慨了，就告诉我该怎么做吧。我觉得吧，感情这件事情呢，还是挺复杂的。我的见解不一定也是对的吧。但是呢，你们对未来缺少一定的把控能力，能不能走到一块来是个未知数。所以我觉得，你们应该找个机会好好谈。可是我跟他谈什么呢？我说了，他能听吗？要讲究策略嘛，男孩子需要一点动力的。你这么聪明，一定能解决好啊。好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谢谢陈老师。圆圆，上车吧。圆圆，
前两天我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法国餐厅，我昨天专门去试了试，特别棒。我订了位置，晚上咱们一块儿。不用了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我想早点回家休息。怎么了？我送你去医院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回去。